19调5海陆向下春期占日润，爱国等好戏宝山水库调台连台错该日跳通多就往10斤，台界10个斤，既上为上空上贴，先到内搭ở水好深，好多个位所，千日薄而为正那朝河向个向了，跳落该水滩度内去，本食，等食管类，为地方放心实施，就容易上吊类。所有很多事，只是为求调判，非常有耐心，日日都暗，苦到该水苦顺。比赛看马沙线调多，马沙调个好太美，爱上前爱过，莫做节恶，总想爱是调你度头天叫人，拍沙就度你后背叫你好老是苦就苦暗，做节恶来害人，你又冇欠食，又冇欠着，你的不你调到时，系好等个痛苦，你的冇。假使讲你认为系调快乐嘅，调起来有病之走，该在桌上冇过热儿，都睡掉都能上后发热，两下半有咩事体，该很好做节恶。有时调到个当台跳，自家是唔是，那是送不认识，你去想看骗人未必然为什么呢？该节恶感系感你开，其实爱最为爱个有那来奉爱，那又唔系，那又唔系。爱个爱，除了调爱冇其他嘅兴趣。做老太嘅爱，佢按样讲，爱未耐唔好。佢到老师出到糖尿病，非常严重，后经检探，当为实，但是冇法度吸收。就按样拖到个性，唔啲系个人分亲机出水么？冇人知得，有只爱认识个小学校长，一些人都当好调有日都比汤顺调冇人冇故，流落比汤毒。大本水浸之时，你认为该系冇人冇故么？爱遇到上韩文课时，上为老学生探起调嘅人果保人，有只老学人也来当好调都是12岁嘞，很系穷人。是冇变，也未谈了爱个解说了后，上前也来表下调变，不过一直都冇谈也未个解说，很系虚调，也唔知样办，两公婆感情唔好，前左就离开，又过了前多年。自从佢接触了佛法，唐师傅嘅教法了后，就冇个咩调变嘞，了变法
水上界，罕是野美。